收看《后生太上谷》，有我太家口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土司中阿中谷，又到了呢老后生人大最久嘅时节咯。唔知大家有安尼感受冇？呢几年啊，因为受到全球暖化影响，更来更上当。大家会知道，热天嘅时节温度更来更高，更来更热。第2020年嘅时节，还发现哦，39.7度嘅高温哦，也係1896年以來嘅最高温。不過到安尼熱火火嘅天時之下咧，到底樣板不自覺變到寒下涼爽咧？今日我哋邀請到6個後生人，留大家共下來分享佢哋撇出嘅好方法，眾上分享。之前留下小幾度係質疑。大家好，我係青島環田，唔過青島熱天嘅質疑。沒有，熱天小公主。熱天講小公主。好嘞，謝謝。你講唔是誒，聽人來小幾本下啦講嚟說，你講。大家好，我係東康熱天，我東江西部嘅啲嘎嘎嘎。你講矛盾係冇？東康熱天，要唔好去西部，嗰陣出門嘅時候就薄黑黑。係薄黑黑，唔過係冇用啦。我係喺烏鐵嚟，喺烏鐵嚟。就係天神，上就係蝙蝠嘅蝠。好啦，青菜你就講。不迷你，不迷你。黑美人哈，第三集留下小幾度係資深美少女慧琪。大家好，我係都當熱天時會貴張人都唔想聽痛嘅慧琪。聽聽哈，跟觀音散散，還有啲魔上聽痛。那種樹咁想聽。沒有講嘅。真係冬熱天時，大家就會上來摸上來聽痛，都帶用板來做，等下來搞大家，用板本次搞到熱天時節吃到寒啊涼爽啦。提示曬老太小街頭白夾。大家好，我係莊白強吼，我老大家講吼，愛撇除吼，有利用質嘅蛇皮布吼，第一隻係愛做衫褲，第二隻係能到台冬瓜。馬上呢度不卡為要台冬瓜。哦，這裡就兩個係冬瓜。台冬瓜。第五集攞一個小機度係相符。冇唔錯，大家好，我係出一本大家白，我係講係強熱，而啲係太強嘅相符。太強嘅事實啊！這是事實啊。一也是呢一搏嘅啦，要咩意思？冇啊，醫生研究太強。冇啦，呢一搏嘅天天啦。最尾嚟小機度，等下看你就電用版太強啦。即關拳。大家好，我係熱天1公斤205比2歲嘅關拳。點配呢？係強烈懷疑，你嘅關拳要留嘅2歲點要雕骨。係要雕骨嘅。請客。同天把全部收來。係真勁好。業配。嗰時候真勁，大家關拳要講到，因為熱天時節嘛，大家就想要食2歲，因為你看你下行出去熱天一度吼，5杯開嘅溫度，好。當然吼，就差唔多減會40度。用板件，你喺用板是烤箱嗎？一出去就會俾你曬死的感覺。不過我問大家，呢個甜食你很中意呢個熱天嘛？還係你知道，當熱天嘅時候就幾人散散啊，心草草冇想去甜痛咧？阿志，我真認清中醫熱天，點到嘅寒天，我就會講講心草草嘅，因為我就清涼寒啊。像熱天嘅時候，就看到嘅熱，就講講心情等下嘅甜食又強嘅，像以前你。熱天就會想到嘛個不用醋加，還有不用料。撇醋誒。熱天就做啲出去了，出去搞出來就當好啊。不過我真認講講熱天係心草草嘅時候，可能係你出嘅5杯6樣嘅時間，因為6樣就當菜歌嘛，就。結菜歌，要結菜歌。你睇哦，真認，因為出嘅熱天下杯6樣哦，含種嚟炸，你咩種唔得帶嘅冇啊，因為帶冇就唔好醃嘅麵啊。故說真認有人見。NG 嘅時就會講哦，真係當飯炒炒。真係，嗰時候大家吼熱天時去攞杯做些，千萬會160號嘅。係。因為冇像你都胖度吼，像還有人去做的菜，都好真勁好，不也是哈。可是我真的很懷疑，為什麼你會這麼喜歡我們的夏天？因為我係陽光美少女。好，謝謝，羨慕你的陽光美少女。但係咧，門嚟係漢娜陽光資深美少女。慧琪，那你好熱天嗎？我其實老至於一點點顛倒啦，係講到冷天比起來，我是冇按好熱天，因為熱天我是起到貴張。他不是陽光資深美少女。資深冷天美少女好啦，所以講因為熱天可能溫度好高，所以我是知道貴張人按頭下醒泡泡，但做事情未做唔好。從我是當明顯是做需要用頭腦嘅事情，我是知道冇辦法掂下來。我而家就聽到佢用溫度聽歌嘅呢種燈字，自動關機。係真經典的，係真經典的，因為我
跳环就宕机耶，有没有环到生无可恋有那样？真赢。冇講題，係講題不過前幾年大部分嘅人到熱天按高溫嘅時候，情況熱到被自家會點睇，人就就是大腦就開始點睇，冇什麼疼痛嘅感覺嘛，前幾這個才是正常人家，他們啲咧係內內嘅外星人，細到半面乖乖啊！細到乖乖吼，給你家咧，你知道美少女第三，我知道我們係陽光美少女嘅一種。好，今天大家這個我弄這個。我知道我係算中醫嘅甜，不過甜時間嘅時節，真係我本年初冬天。係，因為我出冬葉感覺啊，煩躁啊，韓國另外一點我出冬姜師傅，因為冬師傅嘅時間我出冬天切㗎，做乜嘅天切㗎呢？因為我打扮後都要帶個防曬膏，不過又唔記得講，係唔記得講嘅時間，想講啊，我啲做乜嘅事情？跟你帶thương嘅係冇？係，真係帶thương嘅，還要買凍凍一啲冇。唔過啊，我種熱天凍，幸福就係老自己強用，就係當日看到一天色啊，尤其一條路上嘅時節，貼喺醬，跟住心情就會凍。知道你家唔係中意熱天，而係中意熱天嘅日頭落山嘅時。哦，係可能，日頭落山嘅時。主題咧適用，如果應該冇中意熱天係冇。那我應該老 freaking 差唔多啦，係強用嘅。一般，拜拜啦。寒天美少女。寒天美少女。嘅主題頭前3位陽光美少女以外，嗬，看北京接上出去了，出去搞，應該係當中意熱天係冇。其實我唔係熱天蛇王子哦，寒天。模仿蛇王子，不要自己講小王子，沒有人講模仿。好啦，因為炎炎時季用嚟最鬧嘅係熱天，因為想到熱天，你是咪連頭皮就會出汗呢？對不對？你看現在冠軍出汗出痛哦，你看身體都發涼。好啦，老大家講下，因為家下子瑜美就講過出外景嘅時節啦，因為人總得帶毛啊，所以吼，呢個曬到吼斷掉啦。後來哦，我轉到屋下吼，提前嘅事情是沖冷水澡。雖然我熱天我本來當電影鬧，不過吼熱天還有一件事情做得本大家當期待，大家啲係哪？大家本台時間做當期待。台時間哪一天大家啲冇？8月17那個上演。好羨慕你。香港話該8、7日好，跟小鳳坐到幾順風，我本影響到，跟你自家有好熱天冇？哦，我老二冇強用，我凍好熱天。因為你睇下相哦，因為我頭擺行動車嘅時間。你凍太強呢？嗰時我講我頭擺哈，我頭擺行動車嘅時間，嘅寒天氣好多擺。要改掉時節咯。要啦，我要啦。我嗰時我數字頭會痛啲嘛，因為跳車嘅，係你就第一種感覺，我有時是類風濕什麼？唔係啦，嗰種體脂太少，我要幾個時，我要幾樣子嘅時間哈。令人羨慕。啊，做乜熱天我唔驚啲嘛？因為熱天我做乜嘅？一天我濕涼水都會沖嘛，開冷氣開到流屁嘛，係嘛？係啊，熱天最煩嘅就係講出門加下視察嘅開冷氣，唔開到最強最冷，結果嘅熱條凍住嘅熱條曬落去天辣嘅時節，根本就嗰冷氣沖冇用嘅。是啊。真嘅，還有我們家是那下車嘅時節吼，一下車一關門3分鐘冇咧，嗰冷氣就冇嘅。一下就冷氣就下退去，下槍真緊。不過加油講，小鳳有講到熱天最重要係乜嘢？就係吹冷氣，因為大家就會吹冷氣開到超強，係有人吼當熱天吹冷氣吹到自家寒到去。有冇有按你前面？安哦，要安安啊！好煩哦。你看順條幾十年，來自家嘅成績，自家成績拍，都嘛吹冷氣吹到自家寒到。我知道人係懂真熟嘅呀，開冷氣就係總唔得開跳冷唔啲嘛。那你幹嘛開呢？你係按到冷氣呢？係我要冷一系列嘅感覺。唔過總嘛嘅，因為我咩唔啲啊，因為我天喺個我經驗學吹冷氣冇天時慣體化，天公嘅天所以嚇潮咁冇咧。誒，故所唔過我開嘅溫度咩唔會受強大，咩係26、27度空天嘅溫度啊。唔過喺個冇天時慣體嘅話，我天公嘅就會感冒，但是最重要嘅哦，我還要健嘅皮骨。但是還會感冒啦，咁樣唔點用嘅。係嘅，因為唱嘅聲音係包那個啦，防踢被啦。係啦，我哋都市中唔得着涼嘅種啦，係。都市中唔得寒到去。哦，唔錯。你睇話到你係買嘅錢，我可能公主命啦，公主命。唔係啊，公主片唔係公主命，你睇唔係公主命，你睇無法度吹冷氣，你睇買嘅強人命，仲酷人。再講。
吹唔得人去啊，没无福消受嘅，给回去呢咧。其實我到你家空調，係唔係？強營養嗱，我咪係差唔多吹26、27度。啊，假使外輩咪係26、27咧，嗰時50塊人去啊。你開廠門就好嘅，快冷氣係講我辦27，我是可能吹26，係跟28，我是吹27。即係都是調一下，係啊，我今天老闆36度幾就你快會調嘅。因為我知道冇習慣吹冷氣，你電到吹好久，你我是知道你冇爽爽。韓國我咪係睡冇解時間，我是盡量唔吹冷氣，因為我當奇怪吹冷氣天熱，我是當容易頭拿頭。錄音片。哦，兩生意吼都係用辦講，唔係無福消受，冇福氣享受嘅。我呢係環保。係啦，當環保啦。唔過吼，有啲生意吼，後輩啱啲咧新生意用辦型吼，因為當環保嘅白鉗。嚇？唔是在大嘅時節，係咪吹冷氣吹到爆嘅？我從細因為我係讓我爸爸媽媽窮下大嘛，啊爸爸媽媽付個填料啊，大白幾付填料嘅時節，是幾時講？哎呦！這個月怎麼那麼貴？啊，因做咩開長久啊？啊，假使哦，因為我係改裝嘅哦，我是出去嘅時間，我是轉去嘅時間係咁高，量嘅咁高啦，所以我就想要不關掉。哎呀，大白不給媽媽發現了，他就收我冷氣費哦，一次200塊，一次，哎，真勁哦，後來我想講哦，那比台電還貴。係啊，溫水半年前。給台電不是比較快嘞？我應該是自己搬出去帶嘞。啊，現在應該是帶到我不用翹開福卡吼，差不多是開20度到21度。甚至的，假使我水冇嘅時節咯，我會開差不多18度。啊，蓋這個羽絨被，哎呀，跑到外邊35度，快到凍冷個多皮骨，都爽快。跟通風做嘅叫咧，係啊。白鉗哦，開眼我才要白鉗，你按不ra轉去嘅時候係成日，因為嘅鼻子我攞當一蒙堵，攞寒霧，我諗咬死。啊，假使我唔開冷氣，我咬死佢哦。你最近從歐巴東大送錢啊，嘅小鳳啊，人不卡開冷氣係用白氣來開。哦，因為大家唔知，嘅冷氣吼，其實白鉗按嚟講冇唔錯，唔過我個卡，佢冇叫用嘅係乜嘅？我一聽係冷氣隔天山。哦，太加多人了，唔會太貴啦。從亞美開始咩人嚟講，伊講哎呦，我開一台就可以，我開2台，安尼咪較實天，因為冷氣頭差嘅用，佢係看 engine 嘅轉速。哦引擎因為差唔係講事業價就熱水油，油上是佢係愛給佢轉速啊。冷氣咪咁樣啊，佢在室內環境溫度計嘛。你喺講唔上開20度，哦，唔過唔一台天山，留嘅。氣流哈送到嘅貴間屋嘅各個角落，安尼佢喺溫度急降下來，佢喺冷氣嘅 engine 就會休息待機。來地咧，因為結婚下窮台啦，我住小套房啊，唔是天山啊，咩都窮有錢咯。不過前幾講前嘅家小鳳要講到有真多嘅專家咪要講到，假使應該開冷氣嘅時候，唔是開到安台，應該差不多26、27，應該是加上嘅循環扇也係天山，你就會有24、25度的那種體感，會好涼，會哈上天。開2台比開1台較上天。那我開2台冷氣呢？誒，跟住水上嘅大上天吼，跟住真係歐巴，水上嘅歐巴。講真，有咩想很多熱天嘅時間用白氣可以來撇出來，韓國熱天時你行行到路吼，萬奈都係涼水店，你有想來食涼水嗎？食涼水咁早嘅撇出來，等下再嚟繼續嚟講了。唔盲開門就感覺講，哎呀，地下涼涼哦，係啊，涼涼，有種陰森森嘅感覺。會唔會咩涼涼？北極熊殺手，真嘅，冇相干啊。不過阿關權跟白鉗，唔知家做嘢做去算一下，自家嘅熱天時節天了錢係咩咁貴？我2張也差唔多會4000人客喎。你自家係3英大咩？係3英大啊，小套房。我貴屋卡2張也上3000塊呢，貴屋卡5、3英呢。好會花錢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好上台上講嘅節目現場，加最尾吼，安尼嘅白鉗吼，我講吼，機會開到安尼白氣用頭前，不過安尼現場唔但將機會開下來，另外一生意阿關權嘅老阿白鉗共用開到安尼白氣用頭前，你知道講做乜嘅？啊，這麼嚴重？跪着講。對，你跪下來跟別人。我跟你講，觀眾朋友說 yes I do 了，我跟你講。
唔知甲讲，做嘛吹人去，吹都按人。因为一年四季啊，哦，人去就冇管过啊。新聞講嗌嘅，新聞要講哦，人去唔啱誒。總得講。大家聽得到。人去啊，佢管清好天。真的真今年啊，嗌要一年過年啊，要一年過年嗌再去花蓮嘛，哦嗌多咗來特別嘅時節，哎發現嗌人去都冇管，誒幾隻時節開始嗌就該演出，養成好習慣了。包含嗌冬天嘅時節咯。寒天咩？寒天有咩開店？因為開店呢，睇咁樣問，哦嗌老太家解釋一下，就會愛廚師。衝哦！還有為了要對流啦，要開廚師啊，對，就開廚師就好了。唔慢開門就感覺講，哎呀，帶下涼涼哦，哎呀涼涼，有一種陰森森嘅感覺。會不會咩涼涼？北極熊殺手，真嘅。冇相干啦。不過阿關權跟北墾，這個做些專業算一下，這個嘅熱天時節天了起係咩當貴？我兩張也差不多4000人客哦。你自家一三英帶咩？一三英帶啊，小套房。我貴屋靠兩張也漲3000塊呢，貴屋靠5三英呢。你好會花錢。我老太太講嘅最近係說，我熱天嘅時節咧算那個天了費嘅冇強用係，是用那個夏天的電費冇強用算法吼。不過假如講到嘛，你台灣你行出去，你下係熱天時節行出去，看到最多嘅店係乜嘅店？涼水店。冇唔錯，一出去吼做宿舍一間，有宿舍一間，嗰免條件有2間。有冇按呢？嗰熱天嘅時節，聽說人數1比2水，假使冇嘅2水，真種熱天就過唔下去。乖乖嘅。係哦，佢拉下大家分享下唔多熱天嘅時節，好食奶的2水，咁真見有撇出嘅效果嘅阿姊。種係細細嘅時就清好食嘅西瓜水，因為你嘅學校啊附近有清好食嘅西瓜水，清好食。唔講嘅種係呀，睇了後就發現講，其實黑色水真係真見做得撇出嘅。可以啉嘅滾水啦。係，因為像你食嘅西瓜水啊，係乜嘅涼水啊，實體啊其實最有就會走嘅，嚇唔好嘅。像一下真嘅可以去澳門買嘅話，我就會買嘅無糖嘅茶，韓國就會各自釀嘅各自來食。唔過有啲時係會添下涼水啊，喺有蠻個就唔係捱嘅問題嘅嗬。馬上問題拉講一下，你老啲講。你做事就懂佢啊，跟有啲散人哦，我咪講佢要按到阿媽嘅種媽嘅骨的嗬。你大概就會超太講，你留下來聽下涼水啊，聽下涼水。跟因為大家都會聽啊，我就會合群，我很可憐，我要合群。你挺中。嘿，還有呢，有的時因為看到大家都是啊，他們臉上都洋溢着幸福嘅笑容，我就感覺講，我去干某事，看來就懂採購，估上來就因為主持人講嘛，我也不好意思說啊，我不要啊，就尬採。你不是前面5秒才隱藏人家名字咩？你要用音浪嘅全部演出來係乜嘅意思？冇，就係阿總個車故說大家一定會聽，那麼你開始就冇咧，係嘛？好啦，咁我正經啊，因為你講嘅啊，食了100-200天，故作平常時正經大家食好少，因為來到呢片綠人嘅時節，大家咪熱火火嘅，我食到涼水係唔係飛機？其實我係冇是涼水感應啦。啱啱講嘅因為剛剛子瑜講緊阿媽嘅種阿媽嘅菇啦，嚇係啊，佢面有冇啱啱講哦，好吧，這樣子。不得已。係因為其實我係知道老大家講話是涼水是該感覺冇可用，唔係因為涼水好吃，係唔係因為涼水好吃，所以我是不喝飲料的人。韓國整熱天，我一定還係可用就是喝那個溫開水。哦，溫燒嘅，溫燒嘅，南溫燒啊一點點，就是稍微有一點點燙。熱天啊，它哋安飲可用安飲是因為我是都是涼水啊，就是涼快一下子。其實該溫度其實對人體係唔好嘅。韓國是係因為經驗熱天，就是不小心喝太多，結果小腹是真嘅，我講細妹一地啊，就係一地。我又唔係食涼水開啊，冇就聽食聽唔到呀哈。佢又唔係涼水開啊。一地細妹真嘅食涼水係用一地用蠻為太太嘅小腹啊，硬來硬太。呢啲叫一保護細妹嘅脂肪，就是保護子宮。哦。佢咁我講重量嘅，就個讓人體溫度唔拉。
古时候叫有自动自动释放啊，我當伊都啉咧。休上癮啊哈！我嘅喺阿斯怡嘅頭白，因為你堂接上堂嘅反而有安尼觀點，沒有其他醫生有其他無可能觀點。一下有醫生有提出，另外一個觀點是喺講咧，假使安尼當年就是個冰塊水、冰水。單槍嘅冰塊流水甜甜，假使當年是一年下來做得減少1.56公斤呢。唔過你喺醫生做嘅實驗嘅觀點，唔記做實驗嘅時間發現哦，你係恆溫動物嘛？假使是它變嘅東西，好落去，我們人是不是為了要恆溫，骨頭會嘛該燃燒脂肪，骨頭會分解那些，所以變臭嘅嘢。當伊出來，哎呀，假使你下是有湯嘅涼水嘅時節，你點到是哈那都熱涼落去。點嘅無糖嘅，係啊，無糖嘅。跟無糖嘅沒有熱量嗎？啊，你就喝水就只能喝冰水，係唔係？我嘅茶要茶。唔過家下大家講到，自家唔係平常是好食涼水，唔過你有嘅涼水公司推表，就係一年係食千多涼。小兄啊，好食嗌當日都食涼水，因為做食涼水凍，幸福要去一下嗌熱，一船都食唔落啊，當然所以食涼水做一船啊。等下，你都在食涼水轉一船，係生那條東西。就會生一條誒，像什麼四季春加珍珠啊、野果啊，按個去有啲飽足感啊。你食會飽？我呀，會飽。因為要加珍珠啊。係啦，要加珍珠。你嘅加珍珠就冇淡冇淡啊啦，因為你食涼水，就係愛食嘅水啲嘛。係啊，伊只鼻嘅丟丟嘅細隻，啊加按到嘅乜嘅珍珠油乜嘅。冇當然會加珍珠啊，伊食涼水當然批珍珠才會有嘅一個色啦，真嘅啦，加起來，加起來。啊，你就加上錢嘅啦，嘅珍珠嗬，那係有人搶嚟食涼水，地方要加珍珠，我全部留嘅竹竿有冇？先不用一般就好，因為我冇食到珍珠。唔過你加個度數就充珍珠啊。對啊，這是真的珍珠嘛冇按細量啦。你是波霸，的確。大波霸，大波霸。跟唔係大波霸，係酒吧。嗱個，嘅珍珠唔係拿來食咧，嘅珍珠係拿來用嘅竹竿有冇？大家都會試看嘅，嘅嘴巴嗬，嘴巴。吃一口珍珠，用嘅竹竿，從機關槍挑嘅，對啊。你按個我對雷公大啦，大隻嘅東西。黃小鳳喺聲言檔係冇，咁樣都按泰蘭唱聲言嘅形容小屁孩誒。以後教呢？係啊，講真嘅啦，不過黃小鳳嗬平常時冇愛食涼水，看佢真係涼水吃東西，糖空佢都不卡，係咪自家鋪藥嘅？唔係鋪藥，鋪嘅強臭。強臭啦，冇按故做啦，因為嗬去漢藥店買嘅強臭一包，人家已經夾好嘅嗬，一包差唔多爭50克吧，佢做得用3000cc 嘅水落去，嗬。啊，一般人來講煮100，啊嗌吼，因為嗌是解堅持，古時候嗌煮200，安尼就6000cc 嘅，係冇？50克6000cc，係冇？唔好說，但係當經濟實惠，即係當行業嘅，當上香啊，當好。唔係啦，因為是解煮嘅，還是說你死推冇用？係啊，死推才進步，傻逼怪變，都冇怪變，係冇？係都冇係冇？你老人家，係啊，你老人家時代。睇下阿鳳爸來講故，阿鳳爸講買故出題了搶臭菜以外，佢還有夾3米嘅重量。要3米，糖起挨來無啦，因為我係小朋友嘅人，古時候挨博卡一天我準備3項，就係鳳爪啦、枸杞啦，還有一個黃芪啦。因為那3項嗬，我咩本人夾好，我係買太薄嘅，好全部冰水，全部憑感覺。就壓一把跌落去，壓一把跌落去，看到有水，哎，你做得有鬆，好，自家鬆就做得，好，自家做得，我就煮本嘢有一點鐘。哎，你看做得加個白木耳。你真白木耳。幾種唔得叫他煮白木耳。我用嚟啲嘢，啲嘢冇食啦。係，因為鳳爪個枸杞係嘛。有一2項就會甜，又唔是加糖，係嘛？然後再攞去冰好冰箱，安尼，你一甜加就有涼嘅涼水做得食咧。如果我有100嗬，我煮好太鑊，我就放啲冰箱。結果我發現到我冰箱冰啲東西才出色嘅，因為佢太鑊，滾嘅東西少放到冰箱地板，佢冰箱就唔會冰嘅，就唔會冷嘅。真勁，係係。
不，安尼平常要较10天，要较夹快，讲个东西全部快上，古时候太搞记得，个滚的东西要变比人怎落去白。有冇按昂吧？cái小碌碌嘅東西，咱出只變到變相度。啊，現代西馬嘅東南福斯，你知冇？像啊不用，可是你喺中將湯吼，隔個外家講嘅中將去夾排骨，好用排骨去煮，佢講啊燙油嘅，啊冇好食。你喺用這種方式，唔是油。幸好男人啦，幸好男人。我說就買兩歲較強啊，係啊。啊不用買有安尼講。四季春陽有種歡喜咧。不用買有安尼講，你。正經即個要前無西前西做，唔過佢講啲機快充電係嘛嘅，講按一太簡單，所以希望大家按落機係嘅照顧保養嘅心好。唔過正經啦，你個時段哦，正經上來唔過我用熱天啊，上來係咪馬街咧？佢有個東方片嘅係馬街，外送啊，烏馬街啦，烏馬街啊，係大家要去韓國呢個外送嘛，要度過馬街新鮮，實在知道啊，快態嘅事情嘛。阿子，要嗌做先考係烏馬街，有一排正經，本嚟正經動搖嘅，我嘅男朋友正經動搖嘅，搖到會死嘅種。嗰種我就想，你就係啦，你客權嘅店，因為那係你係客權嘅店就客家送來嘛，係冇。嗰時嗰陣時你就係啦，我就看講嘅單行 Apple 單行就寫講某某某去吃行茶去傳堂嘅路風，我就。因為去吃行茶咯，係啊，同奇怪嘅一下嘅外送人哋係要開封做嘅本源去吃行茶係冇？咁點咧？嗌啲日本要台灣人做得，因為軟糖啊，已經講機咧。軟糖。人係充電嗌動搖人啲嘛？嗰陣時嗌就想唔對啊，佢去吃行茶，佢嘅傳堂，佢留嘅傳堂嘅距離，嗌行下電到下權啲。行路就到了，還等起上。真嘅嗌真嘅下權啊，嗌去嘅我都拜去行下架，嗰陣嗌就感覺當奇怪啊，嗰陣嗌就打電話本嘅客服專線嘛，嗌就講我馬家嘅人啊，喺去嘅吃行茶，嗌翻一上啊，嗌摸一下啦，佢就講冇辦法嘅外送人已經接單咧，嗰送嘅冇辦法揾人，嗌就想嘅嗌咗去黐線冇，佢就講冇辦法，因為嘅傳統嗰邊已經做咧，嗰送我一定要等佢，唔想嗌等來結叫上。上來等來結叫，誒，你觀眾朋友未想下，到底阿志怡聽下外送等來結叫咧，等下上嚟繼續來講了。因為我係上水嘅時就唱5個腔要按鈕，即係拍海底總動員。嗰種因為做啲老師尼莫嘛，愛請下多利呀，尼莫。要掛電籠嗰種。要唱誒，會披薩啲啊。而且飄飄哎，好聽。它這個技術塗嘅滑水道哦，這個高度差不多有4000到5000。技術道因為重力加速度。係啊，你可能就不用轉來嘅。跟來可能會比人還較夾。你那個滑水道會破裂。你看看你很煩。歡迎大家到咗嚟香港台上嘅節目現場啊！家下最尾請 N 質疑先來同本大家談嘅問題係講，佢今日係唔係外送，去吃行茶外送，到底等嚟結構，你下本大家談一下。30分鐘差唔多嘅。最少就2種40分鐘，因為它爆胎了。 40分鐘，40。好，50，冇人講對。好，給阿志到底。點人鐘，點人鐘，嗌坐火車就坐在坐到新竹去嘅街頭，已經住好了。嗌都多種辣咧。真嘅，嗌嗰陣時真嘅會搖死，我就想，學你去吃行茶超酸咧，唔講你去按叫，不然就冇聽到迄個做馬街啊。後來哦，到嚟，叮咚到嚟，因為嗌大部分都會請假，嗌就會先去嘅嗌嘅門口去等佢，因為嗌咩冇想，嗌剛剛嘅外送也咩清辛苦，嗌就咩冇想等到幾多行去等嗌，嗰時嗌就加先去幾片。我就看到佢去嘅吃行茶，你有冇？佢將嘅吃行茶停到嘅我嘅風嘅頭前，最頭變到幾片，後來見個嘛，佢帶嘅奧多拜嘅毛誒，完全冇。佢帶奧多拜毛嘅照過來就講啊，你的餐點啊，我就講當天我嘅男朋友就講，你去吃行茶，佢就講，嘿嘿嘿，就這樣。Hello，你喺做乜嘅？奇怪，當期間。兩個時代上喺鹹外送出去味道嘛嘅。
偏离。所以想讲，哎，我自家唔是去，哈夹夹来就好。结果你等一下，好像等家人做，根本是做我自家去拿下夹，唔会用安尼想法。不过讲到热天时，除咗家讲到天凉水啊，也系讲很爱送烟，自家冇想爱出外去，还有一个到热天时节，天出想爱去搞水、去潮水，就说你都水到肚底肚，就知道哎呦，所有的一切都跟着这个水飘走了，会安样当凉爽的感觉吼。给你家先来讲下，到热天时节去哪片来搞水？我最好的呢，就是去上水，唔系米水，系上水哦，就较纯调的啦吼。因为我从我上水的时候，就像唔会强要按样，在拍海底总动员，告诉你，对，就在老是尼莫吗？尼莫，爱请他多利呀，尼莫。有些是刮电龙嗰种。有枪哎，披萨店。而且香香哎。好听，古早爱出动好上水，因为我从唔都系爱好朋友嘿。因为老早这个系美人鱼啊嘿，安康鱼。美人鱼咯，美人鱼咯嘿。唔讲爱当更好啦，唔讲爱讲美人鱼吼，因为爱讲动好吃，就系吃爱亚波的动好吃嘅，唔知太讲有教讲嘛，就系吐木蒜。吐木蒜、独木舟，因为我上班去搞嘅吐木蒜吼，一爬就是当像爬龙船咁用啦，一爬出来4公里。5节多嘅系冇？我從5節嘅高級去整件，唔過幾時隻藝係咪體擺從事嘅？古時幾時隻爬一爬就有4公里差唔多，4公里多。其實當然。整件動橋而且來回哦，古時來回就8公里。哇！唔講你真係要勁爬，係一個冇爬嘅飯，就會上個 L。就因為我暈船的感覺，因為嗰船，係見啲晃來晃去，變來風來風去，你就知道誒，唔要變跑出去嘅。冇錯，古時候嗰時也咩想係嚟體擺嘅挑戰嘅泡沫船，韓國因為嗌嗰時就係要設架嚟跳到海底肚底杯，係就會倒模咁樣嘅體驗啦。我說你懂唔會潮水係啊？咩唔會潮水？你懂會跳海？你唔會潮水，你會驚啊？我有時嚟驚，唔過嗌設架之後嗌我潮水，因為嗌我自由式，唔過唔會。換氣停停，我拿電給那個浮板啊，哎呦，你家拜託，佢唔好按到潮水，唔到嘛嘅教水天天。哎呀，佢而家係嗌外甥女嘅等級。因為我卡嘅真唔咩按呢，佢3歲。好啦，愛好潮水，愛好潮水。給自由式哈，如果不會換氣哦，給就一張你按呢，抽，就按你見到佢。哎，你就唔潮水。就真係以前嘅朋友，按照嚟都是合上水嘛，係咪？因為要大家氧氣筒嘛，係咪？不過講到有成因啊，最歡喜嘅係特種熱天嘅時，可能咪呢，人哋也可以最少嘅時節。我熱天先用班圖案時間成因啊，出去聊，出去搞水。小鳳來講下，用扮帶自家副卡對嘅扮演咧，用扮去搞水。我係扮演佢最後講爸爸帶我去沙浦啊，我就帶佢去踏水去搞沙嘅。哦，啊我朋友就講來去砸嘅哈。沒有2支哦，我一隻大嘅，一隻細嘅，吼，嗰一隻等嘅坐啲幾多嘅，佢肯定係冇係夠晒，啊我冇係咩要結仔，啊規家嘅仲係冇仔。不過啦，唔過我哋係買隻紅色，仲係經驗係要啲我不卡流動，係買一隻大嘅游泳池。哦。唔過我係個盆氣嘅嗰種，長差唔多有240公分，寬差唔多有140公分。哇！這個真大誒。又可以2個止魚的呢。唔貴陣進落去，我腳背唔到大。哦，出啲冇啊！我叫成日本人買嚟就講，誒，嘅乾氣嘅機要安買嘛？我講嘅幾多錢？你講誒，唔是1000塊啦。我講啊，1000塊，安尼1000塊一種啊，就上去了。講唔是，來去給他噴，看天上就進噴。結果嘅節目佢1點鐘，佢就好起來一絲絲嚟。然後阿媽行到去講，爸爸佢吉到嘅啦。係吉到嘅啦，而係意思係係冇田嚟嘛，而邊係叫盤，啊盤都係揾冇氣啊，而揾盤係嚟嘅，爸爸唔好田啊，吉吉盤啊，哦吉吉，你下天佢同佢動豬乸喺度冇？你你問佢乾氣機，叫我不講，誒嗰陣時加購係888啦，你下。偷偷買一隻哈，我1000啦，我冇講嘿買，嗰時我揾冇錢，係啊。真嘅啊，知道阿小鳳為咗上吊就有錢哈，真嘅連命都。佢真件單唔好啦，佢真件假使佢盤起來哈，佢就做唔得了。冇，佢盤起來咧，佢就會變成關鍵，因為佢超咧。跟住動後都係。你試過捱兩用啊？喺真係盤水起最粗嘅啊！跟住動後哈，咁講到哈，一開始哈，白 Cam 就講自家動鬧熱天，咁個講到一搞水，你好搞水冇？
啊，水會教水燒嘅嗌啊！哦，上集禮拜哦，我喊去麻辣灣去搞哦。麻辣灣嘿，麻辣灣哦，麻辣灣啊，麻辣灣吼，你下從頭擺冇強龍啊，頭擺最有名就係個大海嘯嘛，大海嘯聽啊，不過你下還有個舊石圖嘅滑水道哦，舊石圖你可以是平平安樣，因為身體會貴性。撇到個那個滑水道彈落來，我到個轉折處嘅時節哦，因為就差不多1秒到2秒嘅時節係離開個滑水道哦，感覺動嘅背起來喲，差不多2秒以後貼轉來，然後這個高度差不多有4600到5000。因為重力加速度。係啊，你可能就不用轉來嘅。跟來可能會比人還較夾。你那個滑水道會破裂。你睇下你很煩。我本來喺上個白槍過去可能係70公里時速，有的有，小風係100公里，有的遊樂設施會有限高度嘛。這種應該沒有限重量。哦，可能小風就無法度教嚇。不過睇下講到安島，還有去教水嘅好方法、好所在。嘅關鍵呢，你自家熱天時好去教水嘛？哇！我自家唔會教水啊，唔會潮水啊，唔會凍江水。好朋友。哎，因為我要講緊溺水啊，故是係就唔會，唔過平年前咪應該沒有去啊。我說你都唔寫信嘅哦。我說講完特別就係本人家去寫條南無。你去開順要去開順。應該要去開順啊，平年前。開順咗嘛？我停到海岸線那邊。你去上唔敢過去。然後那個漲潮退潮按天頂哎呦。係啊，我就去順嘅天數平年顧嘅包包。哦，有多好啊！有機會就來做盤。係啊，帥哥來顧包包。嗰時候開始講吼，就啲吼喊擺出去了時，冇人讓人估計個有卡邦啊、保護嘅時節，做嚟超賣嘅。講到2天最強勢物嘅，就係出去了嘅時節曬傷。假使冇做好了都防曬嘅方法，唔正經會點提起有曬傷嘅經驗冇？啊，講完清楚講到係冇？哦，一定有啊，大家一定有曬傷。你顧嘅保護嘅冇東西好揸。係啊，哦，東辛苦咧。哦，你即係有曬護曬傷嘅經驗？有啊，一定有，大家咩有啦？哦，就我預備去海順哦，做些啊，做條路嘅時節，我跟你條凍爛咧。你個防曬乳啊，過按多都冇用啊！你過1-2年咩用，先用3用有沒有？我綠皮，哎呦，真艱苦。你做嘛嘅係救生液係冇？但係講嘅唔可以潮水啊，救生液，救生液可能而家跳落去佢係乜樣咧？冇跳。我看這年輕到救生就是老闆佢上來佢超嘅又弱弱的，嗰種動槍啊，硬啲幾多的救危冇啊？你講嘅係使用唔去救水，擺頭乜嘢嗬？救生其他就講到見唔潮水，會開始然擺到救生液嗬。唔過真嘅啊，講嗰條防曬，嗰是假使熱天時節冇做好防曬，嗰表皮啊，最嚴重可能會增加啊，促到嘅皮膚癌嘅幾率。唔過回去呢做啲教態呢個，假使真經曬傷過後，用辦法來保護人哋嘅皮膚，好冇？梗係阿媽講嘅，所以大家睇清楚。我特別細細個時節是時常曬到人面甲亂風風，喺阿媽看到阿英風風，幾時會去木當別個蘆薈，活生生的蘆薈，活的蘆薈。難道是死的嗎？活，就是新鮮的蘆薈啦，很清晰啦，天長嘅，嘿，點點。其實咪那個蘆薈摘下來，韓國那個1%葉子先切開，然後挖那個裡面的蘆薈的那個甬，嘿，還是直接敷在這裡。還可以做蜂蜜蘆薈，可以吃。錯，是真的。阿媽咪話，這個蘆薈這個甬加一點點蜂蜜吃。哦，所以雖然講唔會美白，可是應該鎮靜的效果挺好，所以大家好。唔過嗬，假使曬傷曬到種嚴重，像家下會落皮嘅沙果啊，了兩沙果嗬，會落皮嘅時間，應該是過蘆薈上去，你就奇怪。因為你會痛到會死。它雖然有鎮靜效果，不過你不能曬得很嚴重。不過應該杯買嘅唔
不会痛啊？因为给口难地部还有加上其他东西啦，还有加上镇静效果。不过假使呢，我卡图假使真正有肿瘤或者是咧海动回放，不过追求啦，你真正要还要强调哦，不能够被它污染到了，就啱啱唔好。给你觀眾朋友平常唔使上嘅時間，還有哪度嘅鋪數咧？等下上嚟繼續老太家打嘴鼓了。提3嘅方法係最好嘅，假使你方法好，拄好就抬動掛。有冇按拄好？咩抬動？有冇按拄好？所以你看水冇解輸掉，你成哎呦難頂，哎呦。蛇哦，怪怪的。哎呀，我見到愛冬瓜冇。平啊，攏去本來看到人那咩動物就直接解。歡迎大家都轉嚟後上台上講吼，大家大家吼有講到，像飛行家有講到，曬傷嘅時節有幾動好嘅東西就會入肺，都在本大家修復一下、養護一下自家嘅疏鬆嘅皮膚。唔過咧，你家頭擺曬傷嘅經驗吼，定然會呢？冇唔錯，因為有一班人去花蓮搞嘅放租吼，放租吼，一般佢搞嘅放租吼，就本人曬到非常嘅定然邊用嘅功能。嗰時陣嘅我就想講啊，天初要曬護嘛，我就保險係做重修啊、做重敷啊咁樣。唔過嗰時陣我想講啊，佢去放租吼，天初要做加強調嘅，故所呢我就做嘅無色、拍色、加嘅型嘅重敷，凍漿啊，嘿，唔過真件係上錯咧，係用辦公咧，因為嗰時陣呢我一套睇下重敷吼。真想啊，我係唔係有片的阿妹，我衝下胸片，好到這，像長班一樣，因為嗰時就做嘅拍攝、無色嘅加嘅型嘛，哈，嗰時候佢就曬到呀衝加。中秋節都嚟用咧，嘿嘿，都在啲我腿上烤。你有咩曬到都潤點啊？係啊，我想講嗰時我係有片咧，一缸嘛呢，都斜都有。我上我就學到咧，喺講你做重複、做重修，行喺我。國嘅防風曬膏，當然，哎呀，韓國人哋係咪有沙，咁樣安尼是薄紗的嘛？唔係，泡泡嘅，冇，一時嚟泡，根本沒泡啦。因為它沒有抗 UV，故所跟一條條嘅講。因為佢加嘅嚇有霧嘅有拍嘅，嘅霧嘅就濕的，拍嘅有散的，變咗安尼。哦，出來呢，故所吼，太自家上愛留理家咁樣吼，到人嘅身體吼，留下人嘅護身吼，留下按到嘅形吼，就做得做安尼。誒，做得吃困難啦，那應該吃啊，拜託。我跟我講真嘅，同一天時節，大家有當到嘅撇出嘅好方法，像係膠水啊，還有濕涼水，除咗啲以外，像係向大家推薦自家吃到，因為做得好來撇出嘅好樸素嘅白鉗，先來紹介一下，你自家有乜嘅好樸素都在撇出。白鉗線上來教你，好，我要送。三界方法咯，三界方式咯，你係凍好嘅方式，唔可以開埋嘅冷氣啦，唔可以燒埋嘅水啦。你自家水愛開冷氣。係啊，一是都唔中意咩？你係會教你嘅方式吼，豆腐卡打沙圈做啲試看，好冇？好。試呢個看一下哦，你係少少嘅面拍，少少嘅面拍吼，好，然後我餐刀紙嘅兩支，好，你一個放線吼，做啲半支打開嘅毛細孔，半支後加落去散熱。又可以做面。嘿，唔咁講，你係少少，因為講啊凍熱咯，唔冇機會打開你嘅毛細孔。冇啊，我剛剛凍熱啊。冇。因為電機下。哦，電機一下，做啲睇下習慣，因為1分鐘過後，還有拿下來，你就會起到開始散熱。真的，天意界，哎，到哪位啊？嗬，哦，你，嗬，你係變口水，結冰水，你結冰水，你冰到你乜個夾下，收夾下，夾起來。哦，我一打開來，我嚟夾嘅。等下你一水梅呢個會潮體咯，嗬。會潮體。夾定咯。因為小夾下嘅血管係最多嘅所在，就是它是血流匯集的地方，所以有機會半夜血嗬讓嘅血流到貴性嘅其他所在。那先生，我哋他有一些上山冇得真相。空一下咯，好啦，你係提呢個方法，提3個方法係最好嘅。假使你方法好，拄好就抬凍掛。有冇按拄好？咩按凍？有冇按拄好？所以因為水冇解輸掉，你成哎呦難頂，哎呦
蛇翁，怪怪。哎呀，我见到矮冬瓜毛。平啊，拢去本来看到闽南的动画就伫咧改。两眼睛系讲吼，因为台东话嘅含水量好够，所以它的比热让你的性体比起落哦，它会让你的热给它散到这台东话当够。先生，你西瓜做的吗？西瓜没做得啦，像你爱用洗叫人个洗西瓜系拄好诶。咱啊不用做对吧？你不用会上到应该系吗？马上不用上来用。太。等一下，我试到去面条先勇敢嘅汉族在接受，不过提3个进行都冇适用呢。你时间难看，仅仅冻2块啊，有运用的期款吗？冇，来先，老来冻过，不用下来。轮流人点啊哈。好。那你就男生饮品。哦，你要介绍一下阮会去呢？你平常有乜嘅皮肤嘅好方法？愛凍緊鬆，頭先愛試到中吧，看緊些冇緊鬆，你緊緊試過，緊緊早安應該是緊緊非常了。愛煮風頭痛、老肉頭痛添。要啦，煮嘅時就是會熱骨頭一般哦。對唔對啊？韓國我還會煮咁乜嘅本炒牙我唔記得，這個笨湯白木米。哦，因為白木米。係笨湯白木米，因為白木耳、烏冬都膠質，養顏美容。韓國這幾好兩步，我知道佢比南冬瓜又好，所以我會煮嘅冰糖白木耳，佢其實甜落是做得咧。真緊好，不過講到兩熱天食做得下火嘅東西，當到像係咧係肉頭啊、線草啊，加如講到風頭痛，還有西瓜、苦瓜，那個瓜類。為什麼要吃橙李苦瓜？夏天就是要吃李子跟那個瓜類，因為瓜水果比較多，應該水好多，你做得本自家係下火嘛。不過講到你會。幫小貨，你平常時度，還有乜嘅平常時嘅皮膚嘅好方法？像我啊，熱天嘅時間啊，不抗然後，大概問佢，早上我什麼嘅唔可以搖，動作什麼嘅又唔可以搖，故說大部分就會食水果啦，食涼水啦，食餅啦，故說都按補頭。一天我請一間有冷氣嘅服務店啊，因為佢嘢就冇什麼東西嘛，都按鋪頭一天我動搖，唔過又要食貨，唔過又強熱，故所以聽嗰種冷氣動人嘅，嗬，又要做蚵，然後吹冷氣食服務嘅這種地方。很乖哦。我來開冷氣，跟羽絨被斗笠係強咯。差唔多啊，就看有盤的意思。不過佢喺大松營嘅天，唔係大松自家嘅天，你好近，你好近，你大松配上嘅天，不過他那種比較好，因為太乾，可能33年強容易卡去吹，因為阿不卡強一節沙吹好打鬆。但是所以你還是要跟北極熊下跪。排泄。我來講轉來前幾睇，呢個還有其他哪個撇出嘅好方法？有喺像外啲外出嘅時節冬天嘛，嗬，我平常時隨身就會帶定嘅定妝噴霧，係像化妝水一樣用，因為喺個冬天嘅時間就愛用噴啊咧，噴咧就做啲定妝啊，韓國用做啲撇出，係韓國咧，嗱我就係唔做用嘅水管咧，有啲水管咧係噴霧水管咧。做得濕水，又做得愛用大塊，愛用噴，有愛用嘅水管咧。韓國真係賺到不下，喺個愛水木嘅話，唔是快冷氣用嘅喏，做得洗冷水啊。韓國咧在天上啊，最重要嘅咧係棉床，韓國老枕頭，愛用草車嘅，係就知道愛用凍涼。因為係有涼感嘅種。咱東翻譯是李家家講吼，一下去洗冷水，出來就吹天風，要水膜，咁咪涼到，咁咪翻到。給天風扇用洗機出好嘅啊！唔錯唔對，古常學老太太講真嘅就雖然講就係洗冷水凍好，唔過講真嘅咧，假使洗冷水就人家毛細孔咁用白揪起來，古常愛唱加白腔就講嘅棉帕，小小的棉帕，因為洗乜嘅溫少嘅，比自己體溫高一點點嘅少水哈，就做得讓你的毛細孔擴散開來，你就好加個散熱，唔過最尾。要讓冠軍來少改一改，史上無敵，佢講提議，夢英講提這個最好的消暑方式係乜改？你消暑方式哦，係全世界啊萬用嘅。乜嘅？萬用沒有？全地不卡有開冷氣啊，大開天師曙光，你嘅好上太上宮。冇唔錯，你嘅觀眾朋友有機會來冇？我哋記得下禮拜同一個時間，你要繼續來曙光，好上太上宮，要花太假宮。海凍過，海凍過，好，謝謝你，哦，謝謝。